各位老友記，你哋好。今日我哋嚟傾一個好特別嘅信仰話題，就係認識拆偶像，清空地方迎接神。而家我哋唔係叫人去拆樓拆屋，而係學習點樣為我哋嘅心騰出更多嘅空間嚟迎接天父嘅愛同埋祝福。首先我哋睇下乜嘢叫做偶像啊？簡單嚟講，偶像就係任何喺你心裏面霸佔咗天父應該坐嘅第一位嘅嘢，所以唔係單止一個公仔，唔係單止木頭、石頭雕出嚟嗰啲神像。任何一樣你覺得冇咗佢就唔得，比你同神嘅關係更加重要嘅人、事物都可以成為偶像。所以係心嘅問題。重點唔係物件嘅本身，係我哋個心倚靠咗佢，崇拜咗佢，過於倚靠同崇拜上帝。因為喺聖經裏邊，哥林多前書10章14節係咁講。所以我親愛嘅弟兄們，你哋要逃避拜偶像嘅事啊！喺提摩太前書6章10節都係咁講。貪財係萬惡之根。有人貪戀錢財，就被引誘離開咗真道，用好多愁苦將自己刺透啦。所以錢可以係一種偶像，所以拆偶像就係將心裏面嗰啲假神請佢走啊，讓翻個實位寶座俾翻真神。例如咧，喺傳統嘅偶像係啲咩咧？即係祖先、神主牌、地主牌、關公像、黃大仙像、符咒、風水擺設呢一類嘅嘢。而現代嘅偶像呢，就包括咗金錢啦，覺得有錢就有一切；仔女、孫仔女又覺得佢哋嘅成就呢，就係你人生唯一嘅目標。而迷信，即係好驚犯咗啲禁忌，甚至會對健康過度嘅憂慮，成日驚死於過於信靠神。所以我哋點解要拆呢啲偶像呢？信主之後要做呢一步，係因為天父係忌邪嘅神，佢好專一，亦都好想我哋專一咁愛佢。所以第一，因為天父係獨一嘅真神。佢配得我哋專一嘅愛，天父將我哋從罪惡中拯救出嚟，佢係唯一嘅救主。如果我哋又拜佢又拜其他，就好似對配偶不忠一樣，會傷咗天父嘅心。所以我哋要將最專一、最完整嘅愛嚟敬拜歸俾佢。所以出埃及記20章3節就話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別的神。第二呢，我為咗我哋自己嘅好處同埋保護，偶像背後嘅靈係虛假同埋帶有捆綁嘅，會令我哋產生恐懼，驚唔拜又會唔好喎。但係天父賜俾我哋嘅係自由、平安同埋喜樂。拆偶像就係斬斷舊有嘅捆綁，領受從神而嚟真正嘅自由。所以希伯來書2章14至15節就係咁話啦。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，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，但要藉着死敗壞那掌死權的，就是魔鬼，並要釋放那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。好，我哋繼續嚟講點解要拆偶像嘅第3個原因，就係讓祝福冇攔阻。當我哋心裏仲有假神嘅時候呢，就好似對天父話：我唔係好信得過你啫，我要揾多個保險。呢份唔清潔嘅心會阻擋我哋去領受神完全嘅祝福。所以清心專一仰望神，佢嘅恩典同埋保護就會暢通無阻啦。
所以聖經馬太福音27章37至到38節咧就係咁講，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嘅神，呢個係誡命中嘅第一，而且係最大嘅。簡單嚟講，拆偶像就係換嗰個更好嘅醫生。你信得過呢位全能嘅醫生，就自然會將你以前冇效嘅藥全部抌晒去啦。第三個原因，點解實踐拆偶像呢？點樣實踐拆偶像呢？聽到呢度可能有啲緊張，唔使驚，唔係叫你即刻衝返屋企打爛晒啲嘢。我哋要跟從聖經嘅教導，有智慧、有步驟、有平安咁去做。第一步咧，先係內心嘅確認同埋決志。第一，我哋要祈禱認罪，向天父祈禱，誠實咁話俾佢知，你以前依靠過其他嘢。天父話：對唔住啊，我以往唔識將某某嘢放咗喺你前面，而家我知錯啦，求你赦免我啊！第二咧，就係憑信心領受神嘅赦免，你相信耶穌嘅寶血已經洗淨你一切嘅罪，包括咗拜偶像嘅罪，所以唔使再自責啦，天父已經赦免咗你啦，呢一步係最重要嘅。而喺第二步要實踐咁處理嘅行動，對啲偶像嘅物品係神主牌、符咒嗰啲嘢，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徹底清理咗佢，除掉佢。我哋可以請教會嘅牧者或者屬靈長輩陪你一齊祈禱，然後用布包好嗰啲偶像，掉咗佢，千祈唔好拎去賣喎，因為你唔想將嗰啲偶像嘅嘢嚟再去影響第二個人啊嘛。如果有家庭壓力點算好呢？如果家人未信耶穌，強硬處理呢，就會引發好大嘅衝突，所以唔好咁做住。你先要處理心嘅偶像，為嗰啲物品祈禱，求神寶血潔淨，斷開你同佢一切嘅牽連，同時亦都為家人祈禱，求神軟化佢哋嘅心。實際物品咧可以等到時機成熟，例如家人都同意啦，咁就或者請個牧者點樣有智慧咁處理啦。至於心裏邊無形嘅偶像，譬如金錢、仔女，我哋都睇得好重，係過重啊。所以呢一個係一世嘅功課，我哋要學習每日透過祈禱，將你最擔心冇錢或者仔女嘅問題，要將佢咧交俾天父。你可以同天父咁講：天父啊，我嘅書院成績我好擔心啊！而家我將佢交俾你，求你帶領佢，亦都幫助我唔好將佢睇得大過你。咁你咧就唔會憂心，唔會俾啲事情、仔女、金錢嘅事壓到你，唔識依靠神。第三步咧就係邀請神充滿啊！當你拆走咗之後咧，就唔好俾個地方空咗，要立即咧邀請神嘅同在嚟充滿你嘅屋企、你嘅地方。所以你可以咁做嘅，喺清理咗呢啲地方之後，就一齊開聲祈禱、唱詩、讚美神。天父嘅平安同埋聖靈就會充滿你嘅家同埋你嘅心。呢個係最快樂嘅時刻，同神連結。所以嗰啲污鬼離開人嘅身，其實佢哋就無水之地過嚟過去，佢哋就好想揾安歇嘅地方，又揾唔到，所以於是咧，嗰啲嘅惡魔就話：唉，我都係翻去我原來嘅嗰啲屋嘅裏邊啊！所以當你睇見有空閒打掃乾淨、收拾好之後，佢就另外又帶咗7個比自己更惡嘅鬼嚟，又住咗入去。所以馬太福音12章45至45節咧咁講嘅：
呢段經文提醒我，清空咗間屋之後咧，一定要請神住入嚟，唔好再俾嗰啲嘅污鬼有空間啦。所以有啲小貼士俾你啊，你唔會自己一個人做，一定咧要揾教會嘅牧者、組長或者弟兄姊妹陪你一齊祈禱支持你，佢哋會好樂意幫助你去除去呢啲偶像。所以個重點係個心。如果環境真係唔許可處理呢啲物品，你嘅神喺面前咧，你已經決定同神建立呢一份離棄偶像嘅心志嘅時候咧，其實神已經悅納咗你內心嘅選擇。神看重你嘅內心過於嗰件物品嘅。所以總結嚟講，各位老友記啊，拆偶像唔係一個好可怕嘅審判，而係一個蒙福嘅開始，係為你同你嘅家帶嚟更大嘅平安、更大祝福嘅第一步。天父好愛你啊，佢會好溫柔咁帶領你行呢一步嘅，賜俾你勇氣同埋平安。記住啊，你唔係一個人，有我哋成個教會 family 陪住你行嘅。感謝主，得釋放，得自由。